默然不语。就算经过黑暗谷，就算遇到暴风雨，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。过黑暗谷，就算遇到暴风雨，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把我们的手机放下来，起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是这么晴朗的一天，让我们聚在这里。谢谢你，无论我们这个礼拜发生任何事情，耶稣，这都是你所赏赐的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还是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靠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奉献。来，今天是哪个小朋友呢？是神。好，我点名哦。来。我们现在要奉献，爱佛主圣道，只要尽心就行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，哎，你们怎么都坐下了？这里啊，回来快点。接下来我们的接下来行程是游戏，来快点，快点过来，快点。
时间交给我们的。我有训导主任哦，你现在训导主任在拍你啊。我很强哦，好强啊！好，我要切西瓜哦，我要切西瓜喽。来切。我要从，来，让路让路。哦。好，从这边切过来，切过来，从这边切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加两组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切好，我们分好组了。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。丢球。好，分好喽。那4天你要不要玩？那我们先全部站起来。站起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前面都会有一个，就是很。